屏东北部兼高雄市区长期以来陆续流唔起血压嘅人下个，故所记者嘅夜饭店同民宿嘅数量同肯定天气比唔得。像林乐乡去年嘅那开嘅第一栋嘅民宿，一直到今还坚持唔掉扛棒。一栋中式田野民宿由800平安法的天台楼阁景观，本来系自家睇黑，虽然嘅太阳春外装嘅，能本人行稀些。那个台湾蛮乡有一栋就能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建筑形式来起嘅民宿，咪系现正4年内离开路卡嘅能开放嘅，除过有异国风情，屋主对法国原来嘅规则火亏，有200年历史嘅古董家具哦，也个一中一西各有风格嘅民宿，睇民宿介绍嘅北屏东有韩国有特色咧。那我里面请。好，谢谢。一群人客当中，有人头摆来到呀，见说主人按用心整理环境，坐下来准备食饭，才发现撒下来美食料理系食嚟嘅前面，也系主人头日下注就开始准备南法泰菜。这个是那个荆棘酱，我们自己种的荆棘去调制的，但它有点微辣。然后这个是油醋酱，是用我们自己种的柠檬跟那个苹果醋一起去调制的，所以它是微酸。今天我们会有三种主菜给你吃。屋嘅打开，附近做下喷香，也系南法经典料理油封鸭。前面飞到头日，就用细细火天天必薄必吸，火碟太定一米。而出作前，再个用平底锅嘅煎锅同油煸出来，食饭环境一轻松，同做下就躺喺度，大家食到猛嘅香诶。这乡下地方哪有什么很棒的地方？就觉得有一点，就是有点质疑。可是后来来了以后哈，我们15个同学来了以后。就忘了，就很难忘这个好地方。怎么乡下有这么一个这么幽静的一个地方？廖小姐接来，去年头摆来一歇个下，还免讲民宿府区的乜个都冇，因为来到也谈唔到其他叫配蔬菜，冇想到为对也按点钱南法庄园按介意。一个人会成功哈，他一定有他的道理，他就是很用心，他很真诚。那我是住北港嘛，那为什么？开3个小时车来这边，因为我确实觉得我应该学习他的那个用心，吃他的那个用心做的法国菜。我每次回去探亲的时候，都会学一些家乡菜，然后就想说，把自己所知所学运用在这一个区块，然后试看看。其实从来也没有想过说，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按偏僻的地方。蛮因为来，就像我爸一开始喊我走民宿，我走川烫，那有可能的事情，蛮因而来的呀。这么偏僻，真的、啊，爸爸当初就是不看好。你爱做汁的啦，你爱做汁的，啊，你好酱的做菜的。嘅爸爸本身老到有慢人会来呀，也看到人客匆匆进来，安心介意到，两只也接送乡下一田乡，庄园顺巷雷梦叶系食材年头。嘅爸爸今年84歲，對前面飛法國老公馬可，剛2年前高升過後，就搬來同佢做伴。行卡做以前，本單屋卡喺度先做阿爸3到後生嘅時節，佢屋卡做下來也少年嘅屏東朋友。我叔伯阿哥，佢下來最先下來15年咧，我佢上背了，我門嘅天天講啲南部嘅先發樣班。耕種樣班，佢講啲南部啊，耕種比上輩要下好啦，下自然啊，要平壤啊。民宿有3分天安法喺法邊旁埋一天，前面飛當做就埋下來嘢。府區呢一度係農地，頭下嘛係上海一戶家人窮下係民宿同春湯左右成年過後，吃到唔拉法，就自家畫實嘅圖，同莊園順向去共用風景嘅片數，也把係夾爸爸自家去。當初冇想講會做民宿嘛，冇想講過會做春湯，純粹就是以住家為主。後來是因為孩子大了，然後他們就各自有各自的生活環境了。爸爸年紀也大了，
那我希望把爸爸接过来跟我一起住。做了片之后，两个一家做，就讲尺寸两度啊，看样办做。爱摸也设计啦，还爱就这样办做。一当普罗旺斯的庄园喺前面飞同佢老公马可去嘅，完全將馬可南法家鄉建築來打錯。無度嘅腐敗，未造成係對南法漂洋過海來出港硬貨，做馬不如一嘅東西咯。故事年頭，而對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過後也影響非常廣稀事。故事主人係馬可叔公，因真佢冇結婚，冇人合傳香火，一到出港硬貨，就請到馬可來食。找到這一個英雄的時候，他奄奄一息，因為他中了很多槍，但是他沒有死亡。這就是當初他第一次世界大戰，法國政府頒給他的英雄徽章。無對一條寶單單於幾廿百年研究嘅，也係1800年嘅古董時裝嘅，都也含唔下。也係1970年法國人嘅欠稅單。那我也係二戰時期，美軍同法國空投物資箱，地度還有幾樣式空投項目表。一種書記咗係輕油駕車古董。為什麼它最有價值？有看到嗎？裡面的這個淺色的，它是100年的檸檬樹去做成的，但只有這一塊而已哦。然後它這一個櫃子很特別，它有做暗扣，因為這一個暗扣的彈力已經壞掉了。我開這個給你看，它有一個暗扣。一講安排頭古董三處嘅係法國婦人家家裝，男家頭上啲女家頭不肯用嘅，就看佢帶來嘅三處嘅係乜嘅材質，用嘅掉出啲嘅。阿嬤在一出生的那一刻，阿祖就去了一個雕刻師傅那裡，他熟悉的雕刻師傅家裡去選了一顆木頭，選木頭啊，他不是選這個櫃子，不是，那時候這個櫃子還沒有成型，是一顆木頭。然後阿祖就把他的預算告訴這一個雕刻師傅，那雕刻師傅就會針對阿祖的預算去開始幫他打造這一個嫁妝。那這個嫁妝他從來就沒有回過娘家。劉大人客嘅沒有故事可講，別項吊帶夏春秋冬嘅順序，原來係馬可唔曉得中文，吊就吊上去嘅，將去就等佢去。檢房對三處嘅都面藏頭嘅表嘅，其實係同人買嘅書表嘅，拿咗嚟設計過，按都好就同建築風格同格。咁多人感覺講，第一眼來到我的家，他們的感覺就是光鮮亮麗的，哇，你好幸福，你住在一棟好美麗的房子裡面。其實戀愛過程裡面，所有人都不知道說，我們在這個過程裡面流了很多血，流了很多汗，然後也流了很多的眼淚。前面飛本單上去嘅係傳統嘅客家建築，不過看到再來規劃佢嘅法國出港硬貨，兩公婆就改去南法家鄉嘅建築。不過讓我到台灣去一棟標準嘅南法建築咯，兩公婆就各有想法。像我跟我先生，我們是異國的婚姻，異國的婚姻其實有很多的需要磨合的地方。所謂磨合，就是他對我的文化不懂，那對葉文化也不懂。可是畢竟這裡是台灣，我們就從建造的初期來講，他想要用他的方式來建造這一棟房子。可是問題是台灣是地震區。當我簡單個退一步，前到合作研究廠有新嘅問題嘅，兩公婆本來講好做伴娘嘅出題，做老公嘅做媳婦嘅，冇想到這樣時，馬可經常夾到存錢，殺到到金融海嘯，做到米行冇按到錢呢，還自家同事做張卡生。剛好2008年，就是我先生做了一些不利的投資，然後把我們建造房子的錢全部就虧損了，對，然後造成我們經濟的困難。所以很多客人現在來到我們家都覺得說，哎，我家很漂亮，很多東西都是我的創作，大家都以為說我是藝術家，我說不是，我講我係窮人家。炎炎的窗嘅門，太師椅同年代當舊嘅絲花，無度強用表面嘅古董級嘅出港硬貨，連門墩都搶嘅花強，
也到屏东联络嘅民宿，前提撇嘅係腦杯全部雕看板，其實全聯絡鄉頭嘅民宿。我去年7月申請一周嘅下，鄉務所人來，消防隊來，警察派出所來，衛生所也來，聯絡鄉務所講，佢喺我聯絡體檢民宿呢，攞按鬧咯。那唔係睇門口有一種民宿證明，看來當場人嘅睇同步。民宿主人潘忠信同潘忠義兩兄弟，唔想搶做生意用嘅俗八八咧，一定好傳統文化建築，尤其像棕色田野，只有800平安法，小橋流水，天台樓閣，也兩兄弟自家打造出來嘅。做一個花園咯，當初對一個中式的那個花園有特別的喜好，所以我做一個，這是中式的精髓，太棒了。然後你不要看這幾個字，我都找了好幾個書法家，才覺得這個字寫得不錯，才請他寫。之前有沒有自己就是很理想化，我很喜歡溫帶植物，我要去三義買那個山櫻花。買梅花，買杜鵑花，然後這裡的那個櫻花啦、梅花、杜鵑在這邊有沒有？因為這裡幾乎沒冬天啊，櫻花到了冬天也不掉葉，整個葉子還濃濃密密的。老太潘忠義係主要規劃嘅人，連家山呢對自家研究設計。其實我嘅喜好幾10年呢，條蛤蟆咩味道做民宿，係味道起自家上愛屋下。我們在內埔啊，在內埔啊，人搬了650個，搬了6次的房子，這樣子。那我心裡頭有沒有就有一個很大的願望？我說我這輩子希望能夠買一塊地，蓋一個自己理想中的房子。那時候我大哥他有3個小孩嘛，他2夫妻，加上我，等於就是6個人啦。所以我們就說我必須要至少6個房間。有個揀呢，是我都係迄個當初有個花梨木，當初買一下。沒有磨完的木頭，這個貴名貴的一個木頭，本來是捨不得開放這個房間，可是這個房間沒有磨完多，所以我又拿出來分享。一路以來，北屏東飯店同民宿做冇幾多間呢，有特色的行客少，不過上南下北人客還係有歇業需求，尤其係禮拜6日，一定要家鄉美式民宿，上一歇業安步也冇聽錯有。肯定呢片呢民宿較多。外等也屏東一片吼，像南滿啦、五橋水啦、內埔誒、西施都聯絡較少，但是一片各有特色的地方，像外等聯絡有客家文物館。林洛是一個小鄉鎮所以這個當然有需求，有些回家沒地方住的因為我這裡沒有景點但是回家這附近的出來玩的。就會找到網絡上看到。潘忠信兩兄弟對棕色田野還有後續改造計劃，認真也係自家屋下同屋下整理好勢，正好本人來了。我這個玩過的地方一個是大部分，我個涼亭過去。我要做一個回廊，古式的回廊，像皇宮裡面這樣子。我覺得那個味道很棒。後來有一天，我就看了一本雜誌，在介紹張大千的《摩耶金色》。《摩耶金色》也就講了一句話：，他只要我活着的一天我的田野不會停止，就永遠就在工程，就在施工。潘某兩兄弟繼續打造自家田園風景，前面飛同嘅爸爸每套整體規劃中等物界，按樣仔細地導行嘅菜地，加到證明所有心，到家鄉開民宿，行起行得出自家一條路。